但现在我胆子吓破了，我真的吓破了。做了一个新的创业项目，那我就想说，找做那种一家店只有课程，只卖课程，像一个教室，做比较纯粹，做的比较精细化服务。做了一个项目，然后也很谢谢同学都投资，可是我做了大概8、9个月，快到1年的计划，然后一直没跟他们拿钱，因为其实合约都写完了，因为我还在犹豫，我还要再当老板，因为那个阴影一直在，还是很害怕。可是我做了2、3个月，我后来想透了，我还是没有勇气走下去，尤其拿人家的钱压力特别大，所以我就把这个项目给叫停，把钱还回去。其实那次我创业啊，大陆创业，其实我真正的有一个动力，就是有点想有一天可以回来开，再去把后面的事情尽一点小心意。我那时候如果跟他们讲说第一家开在台湾，说不定我就有勇气走出去，因为我有带着责任去创业。但现在我胆子吓破了，我真的吓破了。等有一天我碰到什么机会，你不行，你儿子可以来让我陪，你的孙子我可以来做补偿。我说。它其实在空中飞，透过那个这么强的弹力带，你要去移动，你要这样弹跳，你是完全靠你的核心大肌肉群。因为互联网的时代，大家从手机可以很快看到这个信息流通很快，然后加上这个课程很美，飞来飞去，所以它有打动到它没有一定要很大而全，有洗澡很舒服，然后又有健身，又有游泳池，又有飞轮，又有什么啊？没有，你是把一样东西做得很纯粹，然后把体验流程做得很精细化，然后做得很个性，吸引一群人，他来这边好像可以遇到跟他一样的人。银发族的、乐龄的、健身健康的这种场馆空间服务，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机会，是有很大的机会。因为对这群人，你给他的课程、给他的服务，甚至给他的这些空间，应该都不一样。现在这个手机不用太可惜了，包括在大陆我都觉得非常可惜，就是互联网这个用在很多行业，但是健身房还是用的比较少。然后好好利用线上APP、互联网、Light、脸书、IG 等等，那个减低你的成本。当然就是有些年纪大，你要考虑他们的方便性。